哎，你看，哎，你听我解释，长官，你听我解释真的。妹妹，没事，别废话了啊，放心吧，我没有给他止血，我很快，我没有给他止血，我没有给他止血，哥。 1927年12月13日，广州起义失败，国民党军队大肆屠杀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。我这就安排人打扫。等等，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马上去一趟潭石头整卸所，知道干什么吗？甄别共产党。共产党还用甄别呀？啊，给我随便杀！是。你的任务是去给我甄别那些附逆愚民，知道甄别标准吗？看看那些人谁的手里边能给我开出油来。啊？ 经过他们这么一折腾，整个这地方破破烂烂的，不得花钱修吗？管谁要钱呀？管上边。还有，甄别出的附逆愚民，让他们自己说是自愿报效，甘愿受罚。奎哥放心，这事儿我拿手。快，他们又回来了！啊！ 战银台是洪大有的投资，我这次肯定逃不了干系。蔡叔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啊！刀兵过后肯定要劳军的，你想办法安排太平年班给徐团长演出。徐团长位高权重，为了尊重他，就有借口把我借出来。你可一定要帮忙啊！别开枪了！别上我！ 站住！不许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你可真是放我下去！我求你了，我闭嘴，老实点。山河，我要去找你师傅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你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留着看家。这个家没有什么可看的了，人没了，家也没了。你走吧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儿。 我让你走你就走，走！我不走，我陪你去找师傅。芳姐，芳姐，你就让我留下吧，你别赶我走，芳姐。求你，你生我气了。山河，我不是生你的气。 我现在是顾不上你了。你拿着这些钱，要让自己活下去，实在不行，等过一段时间你再回来看看，也许到时候你师傅就回来了。车，快点，带好带
长。不，我是灯药铺子的何玉良。老板，是你救了共党头子詹金才啊！我冤枉啊！我就是我太一气，他就倒了。不管你是龙还是虎，在我这里都得给我老老实实的趴着。死了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我当时如果没有去拿那些止血的草药的话，他们可能就不会带走他。可是我当时只是想救人，那个人他满身是血，我只是想救他，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。可是这个念头害了他。芳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别再上吊了。还有我呢，你不管我了吗？我还没有学会师傅的本事，我只能饿死。你就当积阴德吧。好，等把你养大了，我再去死。行呀，攀上徐团长了，花了多少钱？长官，不敢。晚上我也去看戏，正好捎你回来。不敢。哦，荣幸之至。蔡兄，大恩不言谢。我也只能帮到这里了，你们要赶紧想办法啊！有没有纸笔？我记点东西。我家住石浦路24号温莎机械厂，住在永汉路201号，找一个姓张家的。惠安路同庆坊7号。幼儿救护车。千万要照顾好我孩子啊！太平路97号太平，一定要救我出去啊！我派人去各家告知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快点回去准备演出，只要徐团长开心了，就会帮你说话了。放心吧，关乎我的性命，不敢不用心。蔡叔，多谢你了。不说这个，老朋友了。都安排好了。有个警察说也去听戏，要散了戏之后拉我回惩戒场啊。我叫车在戏院门外等，直接去黄沙码头，搭8点的电轮过江，是维塘车站8点半的火车。等他们发现你跑了，你都快到佛山了。走开，别靠近啊！别在门口走动。
地方。是，这，请进。杆子向右转。好，蹲。我们团座有请杨贵妃去家里做客，走吧。团座是怪罪这孩子，这孩子没有唱错啊。他叫金惠荣啊，对，妆不要卸，现在就要走。团座要是听戏的话，我们带着彭面去。对，这出戏还没有唱完呢。团座只要他一个人去。不行啊！我是他师傅，他去团座家里唱戏，我不一起去，那就太失礼了。军令如山。哎，长官，通融，我不能丢下这孩子不管。好死事！长官。你不让我去，不如让我死。我是他师傅，我要看着他，管着他，免得他不懂事，冲撞了团座，连累了大家。快点！师傅，走，师傅，不敢不让你去，师傅陪着你，大不了咱们一起死在那儿。听话。我去找人说情，拖时间。请。报告，人带来了。怎么才来啊？这菜都凉了。你小点声，吓着人家。来，快过来，到我身边来，别怕，坐这儿。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团座相召，不敢不来，请您吩咐啊。吩咐就是让你带着你的徒弟来陪我们吃个饭，啊？行了，好，快吃饭吧。坐吧。哦。来，拿着筷子。吃饭前应该先洗手，走，我带你去洗手。来，走，别怕，别怕，走。好了，干净了。咱们把妆卸了，好好吃饭，啊！如果我女儿还活着，跟她一样大，我们到处打仗，一开拔就是好几个月。女儿生病了，也没人管。那次我们是去找陈炯明，一直追着他通天下野，逃到了香港。可是我们的女儿也没了。打那之后，她妈妈就再也没笑过。她妈妈喜欢听戏，也喜欢给女儿穿上戏服，那个小脸白白的。跟你这个徒弟啊，一个样。哦，好，来，好。快来，快过来，过来。老徐，你看，像不像？
像，真的像。这简直就是勾鼻张前辈的翻版啊！是有点像。这想当年，勾鼻张前辈因系结缘，任总督大人做了义兄，这才挽救了我们越剧啊！你要是能有团长夫人照应，你这无妄之灾啊，那算过去了。也不用放弃戏班了。你要放弃戏班？师妹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破不了这个局，太平年班就保不住。如果让你那个徒弟认团长夫人做干妈，他会不会听话？还不知道团长和夫人愿不愿意呢。这个事我去办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这比求什么人都管用，而且你现在是无人可求。给团长当干儿子？是啊，他们挺喜欢你的。那我能学打枪吗？打枪啊？当然能了，他是团长嘛。我离开太平年班，那立夏怎么办？你离开太平年班就不能带着陈立夏了。你不用离开戏班。他们说不定哪天就开拔了，你跟着他们干什么？干爹干妈，干的不是亲的，干的不用跟着他们走。那好吧，你答应了？对啊。好，那以后他们的洗脚水不用你倒，我再给你调个住处。不是说船上没空铺了吗？我徒弟就没有。团长的干儿子就有。好好练，不许偷懒。你偷懒，你又不好好练功，我去告诉师傅去。我以后当了团长的干儿子，我就不唱旦角了，师傅也不敢逼我了。师傅还会打你的？不会，我有枪。不，我以后会有枪。只要有了枪，我就能给大师兄报仇了。大师兄是好人，好人不该死。大师兄没有枪，他有枪就不会死。所以师傅让我拜干爹，我一下子就答应了。干女儿？对呀，这是团长夫人的意思。这是何必呢？干儿子干女儿不是一样吗？人家说了，要认就认干女儿，不认干儿子。团长夫人还说了，她得一直穿着女装，而且还不能脱的哦。穿女装？啊？他们死的是女儿，所以他们想再要个女儿。勾鼻张前辈的故事，你听过吗？大师兄说过，李文茂前辈起义失败，朝廷就禁绝了大戏。禁了10几年时间呢。前辈们为了吃饭，为了生存下去，都改学别的剧种了。勾鼻张去给两广总督瑞林演戏，结果瑞林的老母亲觉得他扮相像自己的女儿，勾鼻张马上被认成了干女儿。勾鼻张就是为了越剧行，开口求了瑞林，瑞林给朝廷上奏，朝廷才放我们越剧一条生路。你说人家这个干女儿是不是英雄啊？荣仔，台上的英雄你见得多了，台下的英雄好少好少，因为太不容易了。
给他换个不臭的床，不能赶他离开戏班。没问题，我收她当干女儿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她的一口饭，啊。我要当大英雄，像大师兄那样的大英雄。戏文里唱过：天降大任，苦其心，劳其骨，饿其体肤。花生焖猪尾啊，再来一个猪脚姜啊！好。哎，再加2个青菜。好嘞。哎，杰叔，这2个好了。好嘞。哎，注意点火啊！好。哎，菜來啦！嚟！出嚟啦！我今日嚟咧就係想食阿慧煮嘅嘢嘅，佢啲手勢越嚟越掂啦。我跟你說啊，阿威這手藝可是越來越好了，我一天天數錢數到手軟啊！可以啊！你要是想害他，你就繼續誇啊！別理他。阿威，你是不是也覺得自己已經不錯了？反正荔枝灣數得着的13條賽艇，咱們是排在前面的。對，你掌勺那回啊，咱們排第13，墊底。別說啊，忙你的去吧。好，好了，慢慢吃。阿威啊，廚藝這道上呢，你很有天賦，但是現在呢，你做的還只是一些家常小菜。如果你想成為江湖上有字號、響當當的大廚師、大師傅，你就必須會做名揚天下的好菜，必須要進大酒家。大酒家？多大？至少得有一個完整的後廚吧。就像廣州大酒家那樣的？哎，只有大酒家，才會有更多的錢去給你提供更多的食材。你只有見過、吃過，你才能談得上怎麼樣去做。你要記住啊，一個好的廚師是要博眾家之長。咱們廣東菜呢，本來就是匯聚天下名菜之大成。掛爐鴨，南京的；炒雞片，江蘇的；栗子燒雞呢，四川的；香糟魚球呢，紹興。哎呀，師傅，你甭想把我送去那些大酒家學藝，我在這菜亭上挺好的，咱們荔枝灣最好的菜亭，我真的很高興。我怕耽誤了你啊！快點走，帶上弟弟妹妹。師傅，你有沒有想過，我以後可能真的不做廚師？您看，您說我長大之後，我不應該去找帶到我家破人亡的那個人嗎？你說我不應該去問他為什麼嗎？你說我不應該去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嗎？師傅沒本事，想要做什麼就去做。
火炭毛、酒干菜、车前草、穿心莲，这些到处都有的便宜草药，你师傅靠这些呀，一辈子也实现不了他的梦想。那师傅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开一个铺子，能够自己制作丸散高丹。他一直说这样的铺子才是真正做药的。这个给你吧。虽然人们都在说单方一味，气煞名医，还说什么药无分贵贱，时时是灵丹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那些不是我们的本事，那些是药本身的本事。神农尝百草，指的不仅仅是要了解药性，还得君臣辅佐着，使这些草啊根啊发挥出它们的效力，这样才能治病救人。你师傅啊，天天都惦记着治病救人的事儿。芳姐，你放心吧，师傅惦记的事儿，我也惦记着呢。你师傅处理生药的本事，你也要学会。牙皂刮皮、怀牛气去腥、熟地九蒸、九晒益母草只取前3段，这些你都记住了吗？我慢慢学吧。你师傅这生药铺子就留给你了。快上！搞定！我们摘星女班这次又要上报纸了。上报纸的是他陈立夏，居然又在戏台上瞎闹。还要节奏再快一点，来，我们试一下，搭配一下。哎，这个差不多，再去练一下吧，好吧？这个电线不要露出来，小心绊倒人。好的。徐叔，这个有办法吧？会有办法的。还有刚那个云彩散的还是太快了，我们多加几块铁条试试。哎，好。哎，找我的。喂，金哥。好了，我帮你告诉他。白高兴了吧？千万注意安全，别着火，别伤着人。好的，一定注意。陈立夏，哎，金哥来电话了，让你马上去广州大酒家。干活了。他们回来了，昨天晚上红车还没到岸呢。哼，你们师兄妹的感情真是好哦。他让你按老规矩去。哎，
什么是老规矩啊？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开工來！睇下佢，有邊三位？有三位。睇下佢。知道。八路台翻炒飯。18號台請得嚟啊！謝謝你啊。對不起啊，小哥，對不起。做事情小心一點。好的。7路台蒸肉餅。炒飯。18號台請得嚟啊！三寶嚟啊！陈卫是吧？你是跟林师傅一塊來的嗎？你要是需要等他的話，麻煩你出去，這裡是廚房種地。我沒來你的事兒。我再跟你重複一遍，這裡是廚房種地，你要等他的話，麻煩你出去的。怪不得你们这後廚沒有鑊氣。你說什麼？你說我們後廚沒有鑊氣？憑什麼要告訴你的？老頭啊！哎，你12號台啊，小炒啊！係嚟啊！后厨走过来这52步，菜都凉了。这桌客人太可怜了，这大酒店比我们菜品差远了。哎呀，立夏，哎，我都饿死了。你快吃。立夏，我给你介绍2位新朋友啊，空军飞行员唐云、诸葛峰。啊，这个很好吃，你吃。吃啊！哎，给你们介绍，这是我的师妹陈立夏，摘星女班的当家当马旦。唐哥好，诸葛哥好。哦，对了，立夏姐呢还有个英文名叫 Summer， 立夏嘛，夏天的意思。叫你来啊，是有好吃的，梧州纸包鸡。在广州倒是不容易吃到的，怎么还是热的？哎，唐哥和诸葛哥是飞行员嘛，陈济棠总司令宴请，特意派飞机出去，去梧州买了纸包鸡回来。顺便捎几只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们喜爱吃，我们就多飞几次梧州。最近还有几次飞行计划。是吗？哎，陈总司令频频宴请，跟当下的时局有关系吧？胡汉民主席驾鹤西去，蒋介石没了顾虑，着手夺取广州。陈总司令啊，联合桂系抗日反蒋。陈总司令还找人算过命。这次反蒋，机不可失。对，陈总司令啊，信这个。我们给他唱戏的时候啊，他都要算一算时辰对不对。哎，
对了，来尝尝我带来的荔枝。价钱太贵。我师妹啊，从来不碰荔枝，你们吃啊，你们吃。听说那个谢希山在东莞落网了。我去东莞就是为了他，想花钱见一面。你招他钱啊？花了多少？没人肯收，也没见着，这不就来找你了吗？我不当警察好久了，人脉都淡了，何况还在东莞，不要乱花那个钱啊！你费心，钱我自己想办法。你这么关心陈家的灭门案，什么理由我不问，我呢就收钱办事。警察局的卷宗我都给你看了，你还见他干什么？我怀疑陈家不是谢十三灭的，所以想当面问一问。你是不是陈家漏网的孩子？你是老大还是老二？你是老大。能灭你家满门的人呢，不管是不是谢十三，都不是你能得罪的。你有钱还是有势力啊？你那点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钱啊，连我都喂不饱啊，还惦记着报仇。你怎么了？跟丢了魂似的。我没事啊，我们得好好活着。净说傻话，当然得好好活着了。芳姐，上次说的事儿办了吗？真办呢？办。我得赚钱，赚很多钱。OK， 報紙啊！慢食啊！慢慢食下，慢慢食。找我過來，我要下單。OK，我落單啦。好啦。過嚟加水啊！5號台，湯圓及米粥，係啊。14號台，牛腩豬腸粉，即刻到啊！老头，哎，你什么人啊？进来干什么？我过来找一下我师傅。哎呀，谁是你师傅啊？我跟你说是这样，昨天晚上我稀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在你们大厅睡着了。我师傅呢，昨天晚上就在这儿跟你们这的黄启全师傅叙旧，我们叙了一晚上，他们俩叙到哪儿去了？你先出去，这是黄师傅的规矩，外人绝对不可以进来后厨。你先出去。您告诉我黄师傅在哪儿，我自己去问他了。哎，他还没上工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新老台，正丁桂圓。年轻人。他大半夜跑过来，把菜挺卖了，人就上岸走了。怎么一点都改不了呢？他把这个菜亭给卖了，他吃什么喝什么呀？我吃什么？他说：“你长大了，不应该守在菜亭上。”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？他呀？反正这个菜亭啊，现在是我的啦。他以前那些赌债，我来还。他走的时候，跟荔枝湾所有的菜亭都打了招呼，说要是为你好，就都别顾你。什么意思？他的债要还，这个菜亭应该也归我呀，我来帮他还啊。大家都答应了。这样的，你告诉我他人在哪儿，我去找他聊，我带他看看脑子。你别去找他，
你找也找不到他。他走的时候说了，他这辈子对你仁至义尽，恩断义绝了。